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诗篇68篇，诗篇68篇19节至35节。咱做伙来读。主是应该学老的，伊日日陪阮的道，就是上帝救阮的上帝。上帝是互但样拯救的上帝，会脱离死亡，是在伫主耶和华。总是上帝要拍破伊对敌的头壳，就是迄个常常犯罪人的头壳。主讲。我要来，互因对巴山倒转来，对新湾，互因倒转来，互因拍碎伊的脚踏伫对敌的血，你的狗的字是因。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的行伫神的所在，唱歌的行伫头前。做热对伫后壁，玲珑果的查某囡仔踮中间，对以色列的源头来的，伫达地会中就学了上帝就是主，伫遐有约翰因小便雅悯，有犹大的族长答应为群的证人。有西布伦的族长，有拿伯哈利的族长，你的上帝定着你的血力，上帝啊，求你坚固你互阮朝前实事，为着你耶路撒冷的殿，王要大礼物奉你，求你特别罗米中的野兽甲规群的牛港。已经伫当中的牛仔，将阮抓伫骹下。上帝赶线爱交战的百姓，大官要对埃及来，可是要赶紧向上帝来举起手。世间的列国，恁着对上帝唱歌，愿恁因死乌老主。就是学了迄个做伫对古早就职权的天的主，伊发出伊的声，就是极大的声。恁着将权能归乎上帝，伊的威严伊是设立的顶面，伊的权能是强冲。上帝啊，你是所在真正通惊。以色列的上帝是迄个将血力权能赏赐伊的百姓的，上帝是应该学老的。今仔日要讲到的题目是最大的胜利，我们请牧师。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普天的老母共同的生日。来，甲你的隔壁的妈妈甲伊讲，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恁，母亲节快乐！感谢主。伫个网络上有流传一段的话，有的人讲这个是迄个诺贝尔奖的得主。英国知名的作者，即威廉所讲的，毋知是真的还是假毋过因为感觉袂歹，讲真精彩，就伫遮大家来分享。这位诺贝尔这个得主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优秀的这个男子，伊安尼讲，伊感觉讲我感觉女子女人自称甲查甫人平等真正是伤过戆啊！因为一直以来伊讲我感觉讲查某人比查甫人优秀搁较济无论你互一个查某人什么伊就会互你回报搁较济。你互伊一粒金子，
伊互你一个囡仔，啊，你互伊一间厝，伊互你一个家庭，一个家。你互伊一堆安尼食物啊，仁啊，菜头啥，伊互你一顿真好食的料理。啊，你互伊你互伊一个微笑，微微啊笑，即个戆查某人就互你规粒心拢互你啊！伊会互你，伊会互你所互伊的遮个物啊，放大变搁较济，搁较加倍。所以即个诺贝尔的即个得奖，伊安怎讲呢？伊讲如果你互伊任何的废话啦，乱七八糟的话废话，安尼你就爱准备爱收几好几吨的垃圾粪蛇啊！所以讲永远不要跟这个甲因讲一寡废话，拢爱讲真心的话、真实的话啊！请问各位兄弟姊妹，恁有认同这段话吗？有是来每年5月的第2个礼拜，是这个全天的老母共同的生日。这是一个为着要来感谢老母的疼，甲无私奉献来庆祝的这个节日。伫遮要来咱在座每一个做妈妈的致上界悬的敬意，愿上帝赐予恁身心灵拢永健健康，愿恁逐工拢会当有喜乐美好的心情，愿上帝祝福恁的囝儿逝世，大家拢真有才情，会大心佮友好，佮愿咱做一个老母的，咱一世人拢唔通袂记你这项代志，就是你爱常常举起祈祷的手，为着你的囝儿逝世，为着你所疼的囝儿逝世，伫遮伫主的面前来提名祈祷，因为你永远无法度来知影，迄个祈祷的困难，要带予你的囝儿逝世，偌尼大的这个影响力。这个美国的这个40年的这个总统这个雷根这个总统伊安尼讲，伊讲我对老母的心肠所学到的这个祈祷的这个价值，我学到安怎样有迄个梦想，并且相信家己有法度，互迄个梦想会当变成做真的。请问咱亲爱的妈妈，你互你的细囝伫你的身上学着什么呢？你互你的细囝伫你的身上学着什么呢？牧师，我本身嘛是3个囡仔的妈妈，我相信咱做老母的共同点就是永远掠咱的儿女最优先。也就是讲，有一句话安尼讲，有妈的孩子就是什么？就是宝。有妈的孩子就是宝。这就是宝相信咱做老母的会关心，是不是？咱的囡仔是不是会当过得真好？是不是会当过得真好？无论是心灵的健康，也是因的学业、因的工作。因的婚姻等等，只要咱的囡仔过得好，妈妈就足欢喜呀！妈妈会第二个期待，就是会希望囡仔会当来了解老母的心情、苦心。真济妈妈足希望会嘛真拍拼，想要甲囡仔去做迄个疼的即个关系。总是有当时你是毋是会感觉讲，迄妈妈敢若真戆呢？安尼做哪济囡仔哪甲你嫌？尤其当囡仔大汉了后，定定拢会感觉妈妈的关心是毋是多余的？哎呀，莫安尼甲我
管啊遐尼济，管东管西，有当时啊，这互妈妈感觉会安怎？会受伤呢？其实啊，妈妈的内底拢有一个较无，就是迄个需要，必须要。所以咧，妈妈需要，互囡仔需要，嘛需要，互厝内底的人需要。所以当囡仔你若是大汉啊，伫咧外口离开家庭，伫咧外口有家己的事业，家己组一个家庭，嘛是趁真侪钱的时阵，妈妈一定会为着遮个囡仔，感觉讲真骄傲，哇！我的囡仔遮熬着，总是如果咱的囡仔因为家己足优秀的，来看袂起看袂起妈妈，安尼妈妈感觉妈妈啥拢毋捌，甲你讲啊济，你拢总毋捌，我爱甲你讲啊。安尼嘛会互妈妈感觉真受伤。求上帝来赏赐，互咱的囡仔，拢有一个感恩的心，无因为妈妈年纪老来嫌伊，无来尊重伊，反正嘛会当甲妈妈当作是一个宝，因为有妈妈的囡仔，才是宝，才是宝其实。咱毋若爱求上帝，赐予咱的囡仔有一个感恩的心，搁较爱求上帝，帮助咱做妈妈的，你爱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健康的自我形象。真侪妈妈的迄个自我形象拢不及格安怎？因为妈妈真够疼囡仔。却袂晓疼家己，对无？真够疼囡仔，疼厝内底的人，拢袂晓疼家己，拢互囡仔上介好诶，家己拢摕囡仔的二手货，是无？恁偌济人咧捡囡仔的手机，是迄个鞋是皮包，有时咧，咱拢毋甘家己买一个新的呢，拢捡囡仔二手的来用。有的囡仔有的老母伫咧足优秀的囡仔的面前哇，敢若变做有一点自卑呢，有一点自卑安尼来看囝呢，安尼来看囝，有当时连话拢毋敢加讲一句阮囝较敖我安尼含慢啥拢袂晓，感觉讲真自卑各位兄弟姊妹，妈妈爱有健康的自我形象。这是非常的重要，爱记你，你不是菲佣，你不是印尼佣，你不是什么什么玛利亚什么的，你是培养出这么优秀囡仔的好妈妈的妈妈。那无妈妈无私的付出，哪有优秀的人才呢？所以各位妈妈，你是值得尊重，你是有智慧的囡仔有智慧的妈妈。才会当养育出好的囝儿，甲你的隔壁讲，你是值得尊敬、有智慧的妈妈，你是值得尊敬、有智慧的妈妈。要过来，请问咱兄弟姊妹，你是怎样在看你家己？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是怎样在看你家己？你敢知影？你是一个值得尊敬、有智慧的妈妈吗？妈妈的自我形象如果若无正确，妈妈的自我形象如果若无正确，其实嘛会影响到伊的囡仔来起造家己的自我形象。安尼，妈妈的自我形象有对几方面呢？我捌听一个牧师安尼讲。伊讲妈妈这个自我形象至少爱包括3项啦。第一个就是妈妈，你爱有价值感，你爱感觉你今仔日做一个妈妈，上帝呼召你成做一个妈妈，你这个妈妈的角色是真有价值的。如果一个姊妹，伊若感觉我做妈妈无什么款的价值感的时阵，伊就袂想要去做妈妈，伊凭什么爱我踮遐来生囡仔？
凭什么要为着囡仔爱牺牲我的工作，牺牲我的才会去佚佗的时间，牺牲我成就自我的迄个成就感咧。所以如果妈妈若感觉家己做妈妈无迄个价值观的时阵伊毋肯、不愿意、无愿意来做即个妈妈，所以感觉讲又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做，咱们遐咧饲一个囡仔来创还不如饲一只狗较好耍咧。所以妈妈的价值感介重要。第二就是有没有迄个归属感，如果伊的身躯边归属感，遮的身躯边的人，大家拢无要结婚，拢无要生囝，无要做妈妈，伊若即个妈，即个姊妹若是生囡仔，伊会感觉讲哇，我家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咧饲即个囡仔，哇，无有同伴来互相扶持，安尼嘛会影响到伊的意愿。所以大家斗阵来生囝，这嘛是介重要。大家有即个同伴斗阵来讲即个囡仔安怎的是，咱着安怎来做啥，来斗相共。这介重要。再来就是妈妈爱有迄个能力感。每一代的婆婆妈妈有当下拢看清因下一代呢。婆婆妈妈有当下感觉讲这查某囝这媳妇有够含慢，感觉讲因无阮以前遐尼，阮以前安尼顾几个拢我家己做呢。哪有亲像即马遮尔娇？有当时拢会有即种的所以有时婆婆妈妈做阿嬷有当时批评伤济，学乐伤少，批评伤济，学乐伤少。哇，安尼这就会互年轻的妈妈、年轻的姐妹，因无做妈妈的迄种的自信。加上现在拢是餐厅。外食足方便的，叫一个就来，叫一个就来。年轻的一辈有的拢较袂晓煮饭煮菜啦，普遍减少即种的即个进厨房的这能力。做全职的妈妈足辛苦的呢，搁爱带囡仔，搁爱做饭，搁爱处理家庭的足侪复杂的遮的代志。如果姊妹无有培养遮的能力有时生一个囡仔就互你无用规工，无用试差，所以咧想来想去也是莫生啦，变做是安尼所以即个老牧师以上听一个老牧师咧讲，伊就咧讲教会爱伫即几方面来帮助姊妹，就是透过即个福音，实际上一个人伊若要去做即个健康，妈妈要去做健康的自我形象，无管是价值感啦，还是归属感，还是能力感，拢需要大先得到上帝的疼。所以当一个人你先互上帝迄个无条件的疼来蒙着，来安尼来拥有这上帝的疼的时，咱的自我形象才会安怎？才会恢复迄个正常，恢复健康，嘛才会当有一个正确的价值感。使命知影做妈妈是一个真重要的使命，为了上帝国度培养一个敬虔的后代，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使命，有一个归属感。咱毋是孤单一个人咧饲囡仔，有真侪大家姊妹拢会当互相来参详，拄着代志看要安怎处理，囡仔发烧要安怎，囡仔落屎落几啊工要安怎遮个代志总是爱有其他的较年长的长辈伫遮来协助。另外，即个做妈妈了后，你会发现家己哪来哪熬。伫个各方面哪来哪有法度有能力来做，所以咱姊妹咱亲爱的妈妈，你兼伫个养饲囡仔的当中，找到你的价值感，
你的归属甲你的能力吗？这个能力拢爱起做伫上帝的听内底，所以咱先领受，咱先得到上帝的听，才会当伫上帝听内底起做咱家己的即个正确的自我形象。因为咱会当听，是上帝先听咱。如果咱今仔要去听咱的囡仔，听咱的即个当然，这妈妈会听是足伟大，足无私会听足伟大。总是有时咱会听，若无伫咧上帝遐个我的灯需要有啦。妈妈会听，很容易会怎么样？枯干。这个代志无用啊，就起屁面，安尼无用，试出煮一顿饭啊，结果到尾心情无爽啊，就伫咧餐桌冤家。有无？这个代志嘛有可能发生，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听，是因为上帝先听咱，求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自我形象，咱才会当用上帝真理来教导咱的世界，亲像箴言22章第6节所讲的，教导世界。互因行所着行的道路，互因到老嘛袂偏离。所以咱做每一个毋若妈妈，做老爸嘛是共款。咱做父母的，咱若是无对上帝遐来得到迄个真正的一个安全感，咱就真容易用家己错误的想法、偏差的观念，也是自私，也是幼稚的听来去。养起咱的囡仔2礼拜前看到一个新闻，感觉真实在无言呐，毋知要安怎讲。伊讲有一个老爸足受气的，讲伫咧迄个脸书上脸书社团遐po文伫遐埋怨讲伊带着因兜迄个读国中、读高中的囡仔去逛迄个商场逛踅到一个卫浴的迄个展示厅伊讲因囡仔迄当阵突然间就想要大便，结果就伫咧展示用的马桶内底，就甲伊大下去解放了。哇！这个店家，这个店家发现了要求伊爱甲迄个马桶买回去这互伊足生气的，伊就踮遐呛迄间店讲你若无讲袂使用啊，这囡仔较几岁呐？哇！所以这个贴文一出来哇！真侪人看了足傻眼，我嘛看到哪有这个代志啊？讲这个家长哪会安尼？有人怎么会有这种家长这囡仔已经国中生已经高中生无安尼，无伊这个囡仔到底将来要怎样？捌有听过一个国小的这个主任伫遐来分享，伊讲伊几年前捌处理过一个伫咧学校内底脚踏车碰见的案件，这个脚踏车碰见这个真紧就找着这个共牵脚踏车共牵走的是因班上一个妈宝的囡仔，妈宝的囡仔这个脚踏车牵转来物归原主了后，这个主人呢就将这个共偷看无共讲啦，就共牵走这个囡仔甲伊的家长就甲伊叫来准备要甲伊小可爱讲一下，讲囡仔哪会安尼这种的行为因的老爸来搞的时阵就安怎讲？有这么严重吗？阮兜也无欠用钱囡仔就是一时爱佚佗你讲伤济，伊会伤伊的自尊心啦。老爸安尼甲迄个主任安尼讲，这个天真的老爸检采认为讲阮兜有钱阮也无欠这个钱共安尼牵一台脚踏车，这也无算偷伊囡仔竟然是爱佚佗爱佚佗都无算做犯法。这个老爸检采是安尼来想，后来迄个囡仔
大汉出去做工课，无几年就发财，赚真侪钱，话开安尼，大台面炉的声，出手安尼大手大脚安尼，原因就是伊替伊的朋友运毒品，搁卖毒，后来去互印尼的政府掠条判死刑，未执行就死伫个家内，去互人甲伊凌治死啊，伊的爸母伫这囡仔死了后，也感觉讲，阮囝是足乖的，哪会去拄着这个代志？阮这么乖的囡仔，伊干那爱佚佗那尔，各位，咱如果无好好来教导咱的细囝，咱所互囡仔会听，会变做伊人生即种的死角。所以亲爱的父母，请问，咱辛苦一世人，咱上界大的安慰，甲上界大的期待是啥物呢？囡仔是上帝所赏赐互咱，上界宝贝即个产业，嘛是咱做父母上界大的一个喜乐。求上帝帮助咱，当囡仔还细汉，需要父母关心的时阵，千万唔通用足无用的凊菜就甲伊塞个边仔，还是互伊一个手机，互伊家己去佚佗。哇！你发现着即摆囡仔真细汉，就踮遐咧耍即个手机手游所以求主帮助咱，对到这囡仔，因为无父母的关心来产生迄种的孤立的灵，父母互伊真丰富的物质，总是咧拢无望着即个囡仔的心。咱毋知囡仔爱啥物，需要啥物。细汉无甲囡仔有遐尼去做即个好的关系，到伊大汉的时阵有时你想要爱伊甲你讲话也是有效啥有时咱会感觉真恶，因为迄个囡仔伊无感受到父母对伊的疼爱时，伊的心内底就无有安全感，这将来是爱付出更较贵的即个代价。更较贵的代价，求上帝帮助咱。所以，咱做父母会求上帝帮助咱咱做父母会晓常常感恩，咱的囝就会晓感恩。父母敬畏上帝，囡仔就会有敬畏上帝的心。求上帝帮助咱，一定爱伫咧上帝面前。咱做父母的，无管是妈妈还是爸爸，你拢爱有健康正确的自我的形象。你爱看见咱家己伫咧上帝眼中是偌尼的宝贵的价值，有迄个安全的归属感，并且咱伫生活上各方面拢会当有迄个能力来掌握。无管是你家己的健康的问题，也是你的理财的问题，也是你处理即个家庭各方面咱拢有即款的能力，才有法度带领咱的细囝行伫蒙恩得到福气的即个道路。今仔日咱的神眼光读经本所读的即个圣经节诗篇68篇，真长，我就惊仔甲伊切一半。结果咧准备的时阵，发现一半嘛准备袂了，所以就惊仔用2节尔即个主题一节尾搁变做一节，主题神眼讲的主题最大的胜利。即个标题讲即首的诗是大笔王所写的。咱牧师一直咧讲着讲，即个诗篇150篇中间73篇，标明标记都是大笔王所写的牧师嘛捌讲过对无？讲即个大笔王写诗篇差不多每一首拢有伊的故事，有伊的生命故事，有伊的生活经历，安尼诗篇68篇，大笔王咧写即篇的诗的背景记载伫咧即个撒母耳记的
撒母耳记下第6章12节甲15节，才有一段讲到讲，这个大必王伊得到以色列12支支派的拥护，正式伫咧这个耶路撒冷来遐做以色列的王，伊感念上帝的这个恩典甲帮赞，所以伫迄个时特别竞选有3万多人，带着这个祭司啦、乐队啦并且以色列家的领袖，将上帝的约柜对这个俄别以东迄个所在来领旨到耶路撒冷，就是伊咧领约柜的时阵。当伊咧领约柜的时迄个场面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壮观，非常壮观。大卫第二家写这首的诗，来纪念上帝的约柜，对俄别以东的家到耶路撒冷这段的行程。兄弟姊妹，约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这个上帝爱摩西伫咧旷野底下做这个约柜，规个帐篷了后中间做这个约柜。对迄个时这个约柜就一直甲以色列人三角伫地。所以上帝这约柜用借着约柜甲因三角伫地，带领因来进入这个所应允的迦南的这个美地。虽然呢有一段时间，因为以色列人失败，因犯罪做歹失败结果讲战争的时阵跟约柜要去有约柜上帝甲阮伫地，阮就会当胜利。结果上帝因为因的做歹，歹甲因同齐去，约柜去用这个非利士人抢去。后来西去到俄别以东的这个所在经过差不多20-30年的时间。所以到大卫成做以色列王的时阵，伊搁一届甲约柜对俄别以东这个所在刷到耶路撒冷。所以伫这首诗的当中，这个大卫王伊回顾因古早的历史。各位兄弟姊妹，历史对咱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安怎？过去发生的代志，现今嘛有可能发生，后来嘛有可能发生。咱读历史的人，就是要对历史学了假释。过去的人犯了什么款的错误，咱会当闪就爱闪，唔通同款的所在搁当弄落去。所以这个大卫伊回想伊过去的历史，伊伫遮来感恩，伫遮来学了全能的主上帝带因出埃及，带因进入迦南地，带因伫遮来镇赢所有的对敌，帮助因来起造这个以色列国。虽然人会失败，总是上帝永远袂失败。兄弟姊妹，咱人是会失败，因为人有人的软弱，有人的软弱无够的所在。总是咱爱知影，上帝永远袂失败。所以当咱失败时，咱会晓回转来归向上帝，来追求上帝帮助。像顶礼拜牧师讲到，咱安尼拄着艰难的时阵，大卫就求上帝，甲伊举到悬。迄个盘石的所在，比伊搁较悬，所以伊徛伫较悬的所在的时阵，上帝互伊有智慧来知影，来看到讲，哇，我有啥物所在爱来修正修改。所以咱有时嘛讲咱定咧讲失败为成功之母。咱的失败若无经过修正，若无学习讲对失败中要学着功课失败永远不会成功之母啦，拢是一直失败啦。所以你想要互失败成为成功之母，咱爱学习，亲像大卫一届搁一届对错误当中来学习，我着安怎样来修正。
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无管是咱家己，也是咱的囡仔，有时嘛是拢会失败的时，毋通互咱的囡仔一届失败就挡袂牢，安尼的父母嘛是不及格。你要求囡仔爱完美，囡仔伤过完美主义，对伊的人生嘛真痛苦。咱爱容忍囡仔有失败，总是要怎样来教导伊对失败当中来学习功课，互伊的生命有进步，互伊会当成长。这才是咱做父母的责任。毋是囡仔考无100分就该输，这毋对。咱爱讲到底是虾米款的原因？求上帝帮助咱，上帝就是安尼咧帮助大笔，互伊对一届搁一届失败当中来学习着经验。上帝嘛是安尼咧帮助以色列，所以今仔日上帝嘛同款安尼要帮助咱的人生会有失败，无要紧，无人讲伊一世人拢无跋倒过。总是咧，咱要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因为咱的上帝永远袂失败。所以大笔伊伫遮知影，伊伫遮来知影，伊亲身看见上帝怎样来帮助因得胜个得胜，所以伊相信，伊嘛知上帝心意，毋单是要起造因以色列的国共尔。上帝佫较要安怎？要通过以色列这个国家，伫个地面上起造伊的上帝的国度。所以兄弟姊妹，当你咧读诗篇第68篇的时阵，咱伫遮不得不承认讲，这个大笔真正是真捌上帝心意的人。伊知影上帝的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要来祝福地面上万国万民，所以对以色列所出的弥赛亚，要伫遮来完成人类的救恩，会当来起造将来上帝的国度。所以咧，这个诗篇68篇嘛，互人称作是弥赛亚的诗篇。弥赛亚的诗篇，尤其也是伫个18节上，这个大笔受到圣神的感动，预言这耶稣基督的得胜，伊的国活，伊的上天。所以咱伫遮看18节讲，你已经上到高天，你也遐受得。你伫个这个人间，就是伫背逆的人的中间受这个狂风，耶和华上帝会当甲因伫地。这段这段的经文就是真出名，互保罗先生也运用伫个这新约以弗所书第4节的第4章第8节。第4章第8节所运用，讲圣经所记的，讲这段圣经讲，以上升关天的时，你也遐会受得，就是罪甲死亡，将各样的温数来赏赐予咱。所以兄弟姊妹，耶稣基督的国活，一直是咱福音的这个中心。初期的教会传福音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真正对死国活，因为有国活，才会当带予人，予咱有国活的盼望。这种宝贵的信息，早伫耶稣基督降生前1000年，上帝就借着大笔这首的俄勒的诗歌来讲出这款的这个预言。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时间的关系，牧师就今仔来分享这句的经文19节，19节19节伫遮伊对19节伊遮讲主是应该学老的，伊日日陪咱的担，就是救咱的上帝，就是救咱的上帝。兄弟姊妹，咱人活伫这个世间，什么人无有重担？什么人无有拄着这个艰难呢？
尤其今仔日咱母亲节，咱讲较济妈妈的心声，就是咱做老母的，常常咱的心会重担，心内底藏伫咱的重担，有当时啊比头毛较济呢，会无？足济挂虑的，担心这，担心迄，拢是为了家己迄个咱的所疼囡仔咧烦恼因，总是妈妈你嘛爱知影。遐会互人会伤心，也是会艰苦，才会艰难折磨。有当时会当是生命中的障碍物。毋过有当时嘛会变成做帮助伊生命会当成长的养分，加垫脚石，帮助囡仔长大成人。所以，如果咱做爸母的有当时咱疼囡仔，伤过疼，毋甘互囡仔食苦，毋甘互囡仔食苦，想尽办法要将囡仔人生头前的障碍替因扫清楚，扫，互我的囡仔会当一帆风顺。有时，咱想要安尼做。咱想要甲囡仔因的人生路中的迄个障碍物替因扫清楚，结果咧，咱会饲出什么款的囡仔？咱会饲出的是毋捌代志，敢若会晓佚佗、贪玩而已。亲像他拄仔咧讲迄个，这囡仔敢若爱佚佗尔，伊毋捌代志，结果什么拢袂晓的生活白痴。哇，咱到尾我甲咱讲，囡仔变做啃老族这绝对是做爸母的责任因为你逐项拢毋甘互伊做，伊啥物拢袂晓，当然拢爱我靠你安尼请问咱做爸母，这是咧疼囡仔，还是咧害囡仔咧？所以你知影这个台湾话这个疼爱国语的爱跟那个阻碍的爱同音呢。你是咧疼囡仔，还是咧窒碍伊、咧阻碍伊成长呢？各位兄弟姊妹，囡仔会大，爸母会老。咱对着这个囡仔，这个囡仔渐渐来长大成长的时阵，咱做爸母的，你爱学习放手、放手。你放手，囡仔才会成长。你一直甲伊牵条条，这个囡仔到尾伊拢袂晓，啥拢爱你甲伊做便便，伊无甲你啃老，无到底是要安怎？伊就惊躺平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毋通掠做只有你上了解你的囡仔，咱爱相信上帝比咱搁较了解咱的囡仔。上帝比咱更较知影，咱囡仔成长中所需要的是啥物？所以咱做爸母的，咱爱伫上帝面前有健康的自我形象，然后你爱甲你的细囝带到上帝面前，互伊会晓甲伊人生的艰难交互上帝，互伊伫遐学习生命成长信心的功课。这是每一个人拢需要去面对的，咱做爸母无法度代替伊，总是好佳哉。咱爸母无法度疼囡仔一世人，总是咧，咱有上帝，咱是上帝，咱有上帝通倚靠。无论环境怎样艰难，你一定爱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咱，因为伊是日日担咱重担的主。所以有一个小故事，可能大家嘛捌听过，讲到有一个信徒伫咧艰难足艰苦的当中，伊感觉上帝拢无帮助伊，心内底就对上帝足埋怨的。有一天，伊做梦见耶稣甲因斗阵行伫咧一个沙滩上，伊回头看所行过这道路，发现到一直拢有两排的脚链。独独伫伊上界艰难迄段时间，沙滩上只有一对脚印，敢若一对脚印尔。哇！伊就气噗噗，安尼埋怨就问耶稣讲：为什么伫咧上界艰难的时，你放我家己一个人伫遐咧受苦咧？
耶稣甲伊讲啥？讲你看清楚，迄个一个卡印的是什么人的卡印？伊从详细看是主耶稣的卡印。伊讲我咧，我的卡印咧。耶稣讲，伫个上艰难的时，是我甲你抱得行，抱得行。即个时，伊才知，原来伊掠做伫个苦难中，是伊家己咧背重担，其实是主耶稣咧盼伊甲伊的重担。这就是出名的山顶的卡掠。咱6月份圣歌队要来献身。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拢会互咱经历过一寡苦难，担当一寡重担，这是要互咱的生命会当成长。每一届的磨练，拢是要互咱得到利益。这老鹰的老母，老鹰的故事，相信大家拢听过。老鹰的妈妈无要互即只细只婴仔，迄个小鹰秘伫个安全舒适的所在，伊会该叮当，互伊个迄个舒适的打草羽毛拢落落去，然后迄石头哇，该插即只小鹰哇哀叫，老母就该赶，互伊出去呀伊就爱学安怎飞，所以兄弟姊妹，即个咱要互咱的囝爱会晓飞，你有时要做什么？爱小可较强的呢？亲像咱的上帝，有时无爱互咱伫舒适的所在，爱咱飞，因为对一只老鹰来讲，飞翔会晓飞，将来毋是伊的选择，伊袂当选择讲我要飞也无爱飞，因为飞翔飞就是伊生命的全部。伊若是袂晓飞，伊就安怎？伊就夭死伫遐，总是咧，老母嘛，即只母鹰嘛会伫边仔看呢，毋是放伊乱走哦。互伊安尼个无，老母会啥看伊咧危险的时阵，咻落去甲伊安怎？甲伊看起来。所以咱做父母嘛是共款，咱嘛是爱伫个边仔来看，毋是互伊自生自灭。一直到即个囡仔有法度家己自由来飞，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爱互咱的囡仔学会晓要怎样飞，互伊伫个即个大自然当中会当人生会当自由的翱翔。所以兄弟姊妹，一个囡仔对安尼哇，到伊会当成熟大汉。到伊会当独当一面，父母毋若爱用真侪心血心血，搁较需要咱爱有对上帝来信心甲智慧，求上帝帮助咱。当咱拄着艰难的时阵，咱会晓将咱生活重担，咱生命的忧苦也是讲养育儿女的遮的重担，拢交托互迄个听你保守你的阿爸爸上帝，因为伊是日日派咱重担的主，只有我靠伊，咱的人生才会当得到上界大的胜利。咱爱会晓放手交托，咱爱会晓一世人活伫上帝恩典之爱当中，这就是咱上界丰盛的祝福。这是请咱三甲来祈祷。主啊，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世间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真侪爸爸妈妈，阮要来养饲主你的这个细囝，求主帮助阮，互阮会晓对你遐先得到听，互阮起造这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将你互阮的听。来带互阮的细囝，帮助因伫主的面前，诚做主所听，敬畏主的细囝，满心感谢，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